陣間嗰個倒數安排點呢？係啊，方健儀啊，咁呢一度咧倒數派對嘅主題咧就叫做咧愛香港喎。好似我而家手上面咧，每一個嚟到嘅市民咧都會有一個嘅面具㗎。一陣12點嘅時候咧，呢一度咧就會倒數咧，亦都會加插一啲煙火效果啦，亦都會咧係着住一啲 I Love Hong Kong 嘅燈啦，陪住市民咧係迎接2011年，希望出年咧香港係充滿愛嘅喎。而唔少市民咧都有唔同嘅新年願望㗎。時代廣場有 cosplay 派對，又有歌手表演，陪市民等倒數。即將踏入新嘅一年，一人有一個願望。身體健康啦，揾多啲啦，嫁個有錢人嗱。大家平平安安咯，世界和平咯，冇戰爭咯。個個身體健康啦，小朋友快高長大啦，嗬。好啦，有乜願望啊？學業進步，同埋個個人都開心。咁大會就話咧喺時代廣場附近呢一度咧已經有超過11萬人咧係嚟到噶啦，預計稍後啦警方陸續放行啦，到12點倒數之前咧呢一度應該會更加熱鬧噶。喺度報道咁多啦，將時間交翻俾你啊，方健儀。好啊，唔該晒出面咁多位同事㗎。嗱，多個國家有慶祝活動去迎接2011年，新西蘭同埋澳洲就率先慶祝新年嘅來臨，發放煙花。澳洲悉尼以一場壯觀嘅煙花匯演迎接2011年，煙花密集式發放，點綴悉尼海港，象徵世界和平嘅手勢喺天空綻放，仲有心心相印。最尾一幕猶如煙花瀑布，金色嘅煙火由悉尼大橋源源不絕向下傾瀉，配合上空嘅煙花，極為震撼。被譽為係自2000年悉尼奧運以嚟最大規模嘅煙花匯演，約150萬人喺悉尼港口兩岸觀賞。新西蘭就係全球最早踏入2011年嘅南太平洋國家，同香港時差有5個鐘嘅新西蘭踏入當地凌晨0時，奧克蘭港口嘅天空塔燃放煙火，璀璨嘅煙花照亮夜空，天空塔塔頂不斷噴射出色彩繽紛嘅煙花。煙花匯演長約10分鐘，數以萬計嘅人喺岸邊欣賞，慶祝2011年嘅到來。喺內地多處地方，包括雲南，喺除夕夜都有煙火晚會慶祝。很好看，我很開心。除夕非常好，非常開心。唔少司機都被煙花吸引，停低車好好欣賞。無線電視記者馬雪瑩報道。